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春恭喜！咱准备今日去敬拜，请咱备办心。你予我心内有欢喜，赢过人得到济济五谷甲新酒的时，我要安然倒伫困，因为只有耶和华，你予我安稳徛起。即点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435首，圣诗435首。当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吉时，紧行天路着吉时。三角起立来吟。Oh
即点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玛利亚出世，对宾州贝纳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大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听，今仔要看的经在记载伫启示文第63篇，启示文63篇，也就是记载伫西伯来书11章。启示文63篇，伫圣诗的后壁面1115页。现着咱三个来交读，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去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对神，阿伯比甲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就牵线去上帝遐。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予上帝认真接纳。因为亲信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诺亚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调去伫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虽然知顶倒位，要无伊有顺探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我得到所应允，因为上帝为着咱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爱这个人甲咱有分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直接咱三个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我要感谢阿罗你，伫即个新春节期的时，阮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因为你赐予阮蒙福的性命，伫过去的一年当中，有你的保守甲带领，互阮经历着你的恩典甲慈爱。伫即个新的一年，阮犹原带着谦卑的心来向你献上阮的祈求甲愿望。伫即新的一年，阮恳求你继续赐予阮智慧甲力量，互阮会当面对逐项的挑战甲机会，也赐予阮每一个人，互阮伫厅中彼此互相扶持，来共同成长。主啊，也求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伫新的一年会当搁较亲近你。来执行你的旨意，互阮的心灵充满你，互阮的平安甲喜乐。也将这份祝福传到阮身边每一个人。也感谢你赐予阮这个美好的时阵，愿阮的新的一年会当搁较荣耀你的名。主啊，阮也要
将国家未来政局的稳定甲和谐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赐予执政掌权的有智慧甲公义的心，互各政党的之间会当放下纷争，以和睦的精神来共同合作，为国家的安定甲进步来找上好的道路。主啊，原在只有你的疼，互人放下了三更，求你亲自掌管一切，互国家的政策会当造福百姓，互这片土地有满满的和平甲公义。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未来的事工来祈祷，求你赐落益上甲智慧，带领教会会当伫即个动荡的世代中，真做灯塔传扬福音，彰显基督的疼。愿每一项事工拢有你的同在甲祝福，互较侪人经历到你的无限的恩典。求你赐福，互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同心来献上阮家己，来为你的国度来尽心尽力。伫这新的一年，阮犹原有真侪的挑战，也有毋知的困难，但是阮深信你是坐伫宝座顶的主，一切拢是伫你掌握之中。求你赐予阮信心，互阮无惊吓，因为阮知去若信靠你的人袂得见效。也求你教导阮要安怎以基督的疼来影响阮周围的人，互你的荣耀会当透过阮的生活来彰显出来。亲爱的天父，阮也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将一切的交托拢伫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行伫天里。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念圣诗298首。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了义，黑暗无大业。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阮心。咱三甲起立来念。Oh
济。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记载里有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着和合本819页，白话汉语本754页，现代中译本876页。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总是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伫点伫黑暗。正上帝互西布伦甲拿弗他利的地受看轻，后来就互沿海的路约旦的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会有光照。你互即个国民济济，也加添因的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亲像收割的欢喜，亲像人分所抢的米，迄号会快乐。因为伊所陪同的担，甲肩头的拐，肩头顶的拐，以及压制伊食的腿，你拢甲伊受压制，亲像伫米甸的日一样。因为交战中穿甲的人的军装。甲高伫火内的衫，拢要受烧，做香火的茶。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事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必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号即个事。以上，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5万的军旗，咱请牧师。雷下说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有即个机会，伫咱的春节的。了后的第1个主日，咱做伙主日，做伙同心来敬拜上帝。所以伫大声，咱先做伙互相，甲咱的兄弟姊妹来讲，新年恭喜！搁一遍哦，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哦！新年恭喜！咱2025年，也是咱教会。40周年，所以咱今年的全年度，咱拢是要来庆祝这项代志，就是咱伫即个所在过了40冬，伫未来咱要怎样来行？咱也爱用即冬的时间，咱也孝念咱过去40冬伫咱西湖教会的事工中间。咱遮的信仰前辈因的付出，当然，咱也爱做一个重新的反省，反省讲咱面对着咱所徛起的内湖遮尔大的变化，人口会当讲即马是台北市的区域内底人口成长上紧的一个所在。咱知影台北市人口是流失。但是咱内湖区、内湖南港区是安怎？人口增加真紧，甚至明年的市员选举增加一个名额。这伫台北市来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即马电视新闻拢在讲台北市人口流失，人口走去新北市，然后新北市人口嘛流失，走去倒位？远桃园市。但是咱内湖南港人口持续增加，有人讲咱教会以前是细条巷仔内底，附近搁较早以前，即个还未去教会以前，甚至有人讲咱附近搁看会到蒙阿波。那即款外地来的耶牧师即款的，绝对想象袂到。咱遮尔老地的所在，
听讲以前看的着蒙阿波，真正想象袂到。所以咱是面对真大的挑战，相时咱也是爱心存愿望。所以今仔日伫春节了后第一个主日，咱来思考咱愿望的根基是伫倒落。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疼痛带领阮平安过一年。阮也伫过去这一礼拜的春节的连续假期中间，你也互阮会当有真好的休困，互阮趁着即个机会会当重新来充电，也互阮伫春节过年的欢喜的气氛的中间，你也互阮思考着你的恩典怎样，互阮日日得到更新。所以，阮也恳求上帝你透过今仔日阮所做伙读的圣经的经文，主啊，你的圣神亲自来对阮讲话，也互阮伫圣神的引带下面，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互阮大家拢会当平平，因为你的话来得到造就，互阮信心会当搁较加添，也互阮重新举起着你互阮的愿望，来继续向前行。阮伫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做伙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退一次，来，来，好，落下这，咱人活地有几若项物件是袂当欠亏的。有人讲我是存款不足，但是咱知影伫台湾，就算讲无钱，咱厝邻的亲人拢有，咱有朋友，实际上无钱，咱性命袂死去。但是伫生活中间有几项物件，咱要活地就一定爱有。亲像讲人，咱做一个人活地，咱需要空气来呼吸，然后咧水。人讲巴肚枵袂要紧，若真正无物件通食，有野外求生，一礼拜无物件通食，但是安怎啉水就会当延续性命。人若超过3天72点钟无水通啉，迄个无水是完全无水，人就会死去。但是另外一项物件，会是咱活地咱袂当欠亏的，这叫做愿望，这叫做愿望。真侪人失去愿望了后，是真正生不如死，甚至有的人会因为失去了愿望就想袂开。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节，以赛亚书9章第1节到第7节。所讲的信息，就是咱的愿望对倒位来。愿望是啥物？愿望对咱活地有啥物影响？以赛亚书9章第1节到第7节讲，愿望亲像光照伫黑暗，然后人有愿望了后，就袂继续活伫黑暗。咱知影搁安怎黑暗的所在，只要有小看一块光，小看就会使，规个就会当有真大的改变。所以有人讲小确幸，10几年前开始，
少年人中间讲小确幸。有人讲啊，你这是小确幸。哦，其实有的人小确幸是安怎？一天去 7-Eleven 买一杯中杯热美式，35块。如果自己拿自己的杯子去，还减5块，30块。有人讲哇，安尼我就真享受啊！这叫做小确幸。小确幸总比完全无欲望，小确幸总比完全没有快乐更较好。亲像黑暗中有一小小块的光，一支蜡条点伫黑暗的所在，就算是敢若细支的一条蜡条发光，规个空间拢无共款啦。规个人本来是黑暗，伫遐惊吓，伫遐毋知影要安怎，伫遐紧张，但是只要有一丝丝啊光。迄规个空间拢改变啦，规个心情也改变。欲望就亲像安尼，检采是一丝丝啊，一丝丝啊，小小的愿望，这拢会当互咱的生活，咱的生命整个改变。所以，绝望到欲望。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就亲像黑暗，完全100%的黑暗，亲像咱落去饭坑内底，然后咧看起来规个100%的黑暗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蜡条点倒，同款，欲望甲绝望。这不只是零与一的差别，这是零与无限大的差别。哦，这互咱体会什么叫做黑暗中间有一拍光，小小的光，就互咱整个改变。咱知影先知以赛亚所活的时代。以色列百姓面对着国内政治的不安，对外咧是有列强战争的威胁，然后社会中间有破病、有丧凶、有社会无平等，人民99.999%。遮个大多数的以色列百姓，因是活伫绝望的中间。即款的绝望，我想对咱基督徒来讲，前几冬无久以前哦，3-4冬以前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疫情的时阵，迄款的绝望，咱回想一下，迄款的感受。咱讲会记即5月2021年的5月份，母亲节了后的第3主日，前一天拜六暗安怎？政府宣布啥物？迄个全部禁止聚会。你讲会记即迄当阵，也无输个会记即，对无？暗时新闻讲即个3级警戒，然后咧教会。第2天就袂当聚会，赶紧去联络，对无？赶紧去联络讲，只有牧师私会来私琴就好，3人以下，然后咧，连3人以下，直接用网络直播，拢爱戴口罩，咱讲会记记。啊，大家宣布了后，政府宣布了后咧，教会敢是4月敲电话叫会友讲，明仔载聚会。因为政府规定袂当群聚，然后咧，本来想讲一礼拜一个主日、2个主日，结果咧，要到1冬袂当聚会，半冬1冬袂当聚会。然后咧，迄当阵你讲下个节，可能咱西欧教会也共款，中一较发现讲无聚会，无收奉的。
啊，会友嘛无迄种习惯，讲我需要月定奉献，然后我就来教会，也是找咱教会的会计收即个出纳，然后教会发现讲奉献，剩牧师一条奉献，剩书会一条，司琴一条，教会发现讲几若礼拜无收入，咱回想迄当阵，然后咱会友会感觉啥物？我习惯性礼拜早起，准备好要来教会做礼拜，然后想着讲啊，三级警戒，敢若会当伫厝内看直播，然后有诶会友厝内诶网络设备较无好诶，也是讲用手机迄上网诶，讲哇，这看无清楚，听无清楚，也是讲迄当阵真侪教会。直播的设备还未准备好，断断续续。迄当阵的感觉，敢是亲像天要落落来共款。迄当阵感觉讲啊，安尼继续落去要安怎？教会敢会关门？甚至迄当阵，这2001年，真侪教会，2021、2022，即个。武汉肺炎，即个新冠肺炎的即个流行期间，即个限制聚会也是停止聚会的期间，哇！咱教会界大即个什么，即个大调动，真侪牧师就牧好好。2021年、2022年，我说牧袂落去，因为教会的即个奉献减少，真侪事工袂当做。真侪牧师嘛，毋知影讲，即马袂当聚会，袂当实体聚会了后，教会要安怎继续运行？伊习惯性就是教会聚会，就是大家来教会聚会。啊，即马咧临时袂当聚会，雄毋知影要安怎牧会啦。所以2021年、2022年有偌济原本牧会好好的牧师，迄2冬中间调动。叶牧师嘛是其中一个啦，嘛其中一个。咱前几冬，伫即个新冠肺炎的影响下面，其实咱基督徒，咱台湾的基督徒，拢也感受到迄款的绝望，迄款的惊吓，迄款毋知影后一步要安怎行。我想咱在座的兄弟，当时应该也经历到即款。亲像进入黑暗迄种感觉，毋知影要安怎。但是咱爱知影，五梦就亲像黑暗中间看到灯塔的光共款。咱若坐过游轮，也是坐过船的，伫暗时，你会发现讲啥物？除了天顶的星。甲月亮以外，完全无光。然后咧，伸手不见五指，敢若听到海浪的声音，敢若看到真近的所在有迄个浪花，然后啥物拢看袂到。咱想象迄款的情景下面，伫船顶看到灯塔的光，梦就亲像安尼，黑暗中间看到小小的光。人只要有梦，其实怎样的困难，咱也会当来经过。人只要有梦，无论怎样的困难，咱拢会当度过。就亲像行船的人，伫黑暗中间，只要看到一丝丝灯塔的光，知影讲向灯塔的光迄个方向过去，就是海岸。就知影要安怎行。这是全台湾上北边、本岛上北边的灯塔。真水吼！我真爱这款的相片。落去遐这，先知以赛亚，咱今仔所读到。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7节，
先知以赛亚预言，伊伫异象的中间看到伟大的代志，要发生伫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上帝要做大事，做伟大的事伫以色列百姓中间。先知以赛亚预言讲，压迫百姓的势力要消除，然后伫百姓的中间也无阁有冲突，无阁有战争。所以以赛亚书9章第4节安怎讲？讲因为伊所陪动的担，甲肩头顶的管，以及压制伊的腿，你拢甲伊压制，亲像伫米甸的日一样。然后第5节，先知以赛亚继续讲，因为交战中穿甲的人的军装，甲高伫火内的衫，拢要受烧，做香火的柴。然后伫即个好消息的最后，先知以赛亚甲上帝的百姓讲啥物？讲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真成就即事。万军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落兄弟，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百姓所传即个愿望的信息，甲普通咱听到一寡政治口号有啥物无共款？咱台湾人话反攻大陆，解救苦难同胞，画了几冬，画了超过半世纪，咱拢讨厌画口号，咱拢无爱画口号，甚至咱画口号画几若十冬，咱只是意思。但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愿望的信息差别伫倒位？差别伫伊点出咱愿望在伫倒位？伊点出咱的愿望只有是上帝，毋是靠着军事力，毋是靠着用武力，毋是靠着我爱比你搁较强，你强，你欺负我，所以我比你搁较强。你对我无好，我对你搁较无好。毋是先知以赛亚点出，是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事，是主上帝，莫去愿望讲用人的手段。是爱等待上帝出手，所以各位兄弟，伫拄着困难挑战的中间，当咱感觉咱真无助，甚至感觉到咱的愿望伫要失去的时阵，咱千万爱会记住，咱的愿望毋是在伫遐个有权有势有影响力的人。也是要去牵关系，要比我的后代有偌重，我的爸母啥物人，我的阿叔啥物人，我阿舅的太太的小姐是啥物人？免，咱的愿望在伫上帝，因为上帝临到咱的生命中间，上帝也临在伫咱所活的世界中间，只有上帝会当改变咱目前的状况，只有上帝会当改变。靠人拢是一时，
靠势力，别人的势力可能搁较大，靠影响力，你通影响别人，别人也会当影响别人。安尼来比，拢比袂了，甚至比到下来，咱全身躯是伤。咱爱知影上帝临到咱的生命中间，咱爱知影咱的心上有上帝为咱看应，咱已经是无共款的人。上帝也予伊的旨意，透过咱所做所讲，甚至伫咱所经历的一切的代志中间，上帝予伊的旨意来成全。所以，无论伫圣诞节，也是国外节，咱教会的两大上重要的节期的中间，咱拢会讲到十字架的神学。咱知影十字架原本是一个真大的侮辱、处罚人的方式，将一个人活活钉伫一个用烂茶所做的一个十字的架仔顶面，伫遐活活流血来死。本来是一个真见效的死法，本来是一个敢若穷凶恶极的人较会受处罚的死刑的方法，但是天父上帝用伊的圣囝道成肉体来世间，然后亲自来受钉死伫十字架顶面，用上大上艰苦的方式，上悲惨的方法，但是成就上美好的代志，就是人类无搁互罪恶来捆绑。因为上帝亲自代替人的罪来受刑罚，所以咱只要互上帝来带领咱只要愿意顺着上帝的道理来活，咱就无搁是迄个罪人。咱只要到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是无罪之身。只要咱愿意靠着上帝的帮助，咱来改变。只要咱愿意改变，咱就无搁是迄个旧的我，迄个充满欠缺、充满无完全的我。咱每一天，其实咱拢活出新的生命。只要咱愿意照着上帝的道理来活，这叫做十字架的神学，这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上帝将上无好的，通过上无好的来成全迄个上美好的，这叫做十字架的信仰。上帝总是拢用迄个上无好的，要来成全迄个上好的。所以真侪为主做真侪工的基督徒，拢会伫见证的中间安怎讲？讲认捌主以前我是怎样，有的是食毒，有的是做罗麻，有的是做歹事。有的表面上是高帅富、成功一族，但是心内充满失望、欠缺。但是认捌主了后，生命得到改变，无搁是骄傲，无搁是自我中心。这就是上帝拢是真常常
用迄个上无好的来成全上美好的，就亲像天父独生圣囝来受死，来成全世间人的救赎。牧师常常会讲即个，互咱来体会，什么款的痛苦上大？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常常搁活着的信息，敢毋是安尼？天父上帝将伊的独生圣囝行向十字架的路来定死，用咱人情世事来讲，这是上大的痛苦，上大的悲哀。但是天父上帝用安尼来成全世间人的救赎，成全上美好的事。来兄弟，亲像先知以赛亚启示，就甲上帝的百姓讲，甲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讲上帝要兴起一个人，要将以色列百姓当时所面对的困境转变，成做得到永远的平安，得到真正的公平、正义，活伫上帝的公平、正义、公义的中间。所以先知以赛亚甲以色列百姓讲，上帝要收拾因一个贤明的君王。咱基督教会将旧约这个经节，咱解说，咱明白，讲这就是上帝的先知预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出世伫世间。这个贤明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圣囝耶稣。天父上帝通过圣囝耶稣，互咱的性命无搁甲上帝来隔绝，反倒转来，通过圣囝耶稣，咱会当活出一个甲上帝定心和好的性命，就亲像伫即马，伫咱的中间，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莫袂记记，上帝也常常亲像2000年前、2000多年前，应允上帝的百姓。一个贤明的君王来帮助因，就是主耶稣基督。同款，上帝也常常通过咱主内兄弟姊妹，伫咱人生低潮的时阵，帮助咱来重新看见愿望。咱想着。当年咱台湾面对着真严重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的大传染，上帝敢毋是通过咱台湾政府这防疫的相关的部门的官员，以及咱台湾原本就真好的医疗人员，帮助咱台湾人会当保护咱。佮互咱重建即个面对疫情的信心甲勇气。当然真不幸啦吼，咱台北市民吼，2022年吼，咱用选票吼，咱否决了这个这个防疫的英雄这外县市的人拢感觉真奇怪。但是咱袂当否认。上帝伫咱当时上危险的时阵，伫迄个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中间，世界各国
欧美国家、中国伫遐全部活动拢停止的时阵，咱台湾人搁伫遐，今天加零，明天又加，今天加零啊，昨天加零。真正咱莫袂记记，其实上帝真疼惜咱台湾，只是咱台湾人敢会当赶紧来觉醒尔。当然，咱教会伫过去40年的中间，上帝也是呼召咱教会兄弟姊妹一路以来，将上帝伊的疼痛甲恩典，互咱中间软弱的肢体，拢会当感受到，拢会当得到帮助。当然，咱也爱思考，就是既然咱伫过去40冬伫西欧教会，咱的教会会当感受到上帝差派遮的主内兄弟姊妹帮助咱、守护咱。咱伫未来，咱搁爱进一步，咱爱将咱教会的事工，无搁是限制伫咱家己人的身上，毋是干那上帝疼痛临到阮家己人，毋是，是咱搁爱进一步，踏出咱教会的围墙，踏出咱教会的大门口。咱不但爱见证上帝带予人类的愿望甲帮助，其实当咱踏出咱教会的大门口，将咱关心的对象扩大，上帝也通过咱的行动，要互咱真做会当帮助别人的人，互遮个失去愿望的人会当重新看到对上帝来的愿望。这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顶礼拜有提起，咱1980年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咱圣诗头前拢有内底所强调的，互教会成做愿望的记号，互教会成做愿望的记号。愿望是对上帝来，但是愿望的记号是啥物？看到西欧教会的扛棒，行过的人想到的是啥物？前几个月有一个笑话，咱1楼是补习班，因的大头家敲电话来教会，牧师接到即款大头家的电话，可能有真侪牧师会想讲，这大头家敢会敦亲睦邻即个教会帮咱一下。毋是啊，伊来问讲，你们教会要不要出租啦？你们在我们楼上看你们都没有在聚会，真正本来热噗噗的心听着这种冷气啊，这极大的一个对教会的无了解。伊想讲教会就是上下班啦，教会拢爱有人伫遮办公，所以伊看到教会无人办公，想讲恁这教会准备要卖啊，是要出租问讲咱会当当然毋是讲咱遮爱重新搁莫热噗噗搁去重新装潢，爱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厅，也是安怎？毋是啦，重点是人看到咱。敢会当亲像咱的教会前辈伫1980年代所鼓励咱的，诚做愿望的记号。人听到西欧教会这4字，人是重新得到愿望，毋是听到西欧教会这4字，敢若伫遐看到聚会人数，敢若看到遮个。有时阵听到遮个负面的消息，
毋是愿望的记号，是听见这四个字西湖教会，人知影遮有愿望，人知影我失望的时阵，我来遮，我会当重新得着鼓励，我会当重新充满气力。想当年年纪轻哈，想当年这是反合适啊哈。落兄弟，若是你面对着困境，你感觉失去愿望，咱拢莫袂去执，上帝甲咱同在。咱所面对的重担，毋是咱家己迄担，是上帝陪伴咱做伙来担。莫袂去执，咱只有信靠上帝，咱只有伫伊的中间，伊的听的中间，咱才会当重新得到安稳自在。但是敢若安尼，真正无够，敢若安尼真正无够。咱若敢若看家己，生活总是有不如意，生活总是有一寡困难。无论你啥物人，咱拢加减会拄着困难。无论是身体健康，无论是事业的困难，也是人际关系，咱若敢若看家己，当然拢无完全。若敢若看家己，永远咱只是活伫家己的世界，伫遐自怨自艾。咱一定要进一步。当咱面对着困难的时阵，咱反倒当爱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咱也爱注意着咱四周围遐个无助的人，遐个甲咱可能同款迄面对着困难的人，然后咱用上帝的话，甲用咱信仰的行动，咱带出愿望互别人。咱知影分享信仰的气力真大。咱拜五暗有来教会来查经的，咱拢知影。有时阵真正一寡代志就伫咱互相分享的中间，本来感觉是大困难，讲的发现着讲，大家拢相像。我面对的问题，你嘛有面对，好亲像这毋是大问题咧，迄是我想伤济。也是有时阵，对方你讲出你的问题，对方就互咱得到安慰。本来有问题，有关系就变没关系了啦。弟兄姊妹，咱莫袂记住上帝甲咱同在，咱只要信靠上帝，咱心得到安稳自在。常时咱来感同身受，咱用咱所讲的话、所行的行动，也去关心着甲咱同款面对着真多困难的人。然后伫即款分享的中间，其实咱彼此拢得到气力，彼此得到鼓励，然后伫咱的生活中间，我相信咱拢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确看顾咱，上帝一定时时刻刻看顾你、看顾我。上帝要看顾你，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通过先知以赛亚，阮搁一遍得到提醒，就是
你是阮真正愿望的来源。阮难免伫生活中间拄着无如意的代志，拄着一寡困难。有时阵，阮过头去想着就是我靠人。阮有时阵煞袂记得，你才是阮真正快乐的来源。阮有时阵也会将阮家己的意念看超过你的意念，直到阮看袂到愿望，因为阮袂记了主你的旨意，拢会成全。你的旨意也是比人的意念搁较美好。但是主啊，你搁一遍透过你的先知提醒阮，就是你会互阮亲像伫黑暗中看到光，因为你所应允的拢会成全。主啊，愿望伫未来的一年中间，你会替阮即间教会西湖教会来开路，互阮日日更新，持续来发展。你互阮毋是干那满足伫现在的情形，你是爱阮，爱起造阮的教会，真做是愿望的记号，真做众人透过阮，就看见你的快乐，你的疼痛。所以恳求上帝你大声守事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互阮会当兄弟姊妹日日更新，每一工持续的进步。你也互阮时时刻刻伫着提醒，就是你的话是阮头前的光，阮爱照你的旨意来行，阮也爱刻慕你的道理，因为你的话是真实，你的话、你的应允是袂改变的，你所应允的也拢会成。主啊，阮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带领阮的教会。我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粒咱三甲来金会的圣诗，圣诗184首，圣诗184首，上帝疼叹咱会遐大，欢喜是落互我，敬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群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伊，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咱三甲起立来吟。Yeah.
谢。下面咱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于洋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去周报。首先，咱欢迎新来的朋友哈，林博彦长老，伊是景美教会一个后壁，咱大家拍拍来欢迎。报告事项第一项，小会公告，本会伫2025年会员好会要定于2月16主日礼拜了后召开，请本会陪产的会员出席，请兄弟姊妹大家好对迄个下顶迄个名单吼，迄天无法度出席的，请一定爱甲叶牧师，也是甲名誉长老来请假。第二，后主日礼拜的题目甲经文内容、信息甲迄个金句的部分，咱家己来看吼。再来，咱看倒边的部分，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乐队练唱8点45，早间祈祷会是拜五下暗7点半，拜六每个月有一届插会班，早间祈祷会会将这礼拜要查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圣光事奉的部分，本周招待是宴庆节甲赎恩节，插花是秋妹执事，清扫是素琴节。后礼拜讲道叶牧师，书会是于洋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杨长老，书献是我本人甲秋妹执事，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英节，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宴庆节。过来，咱来看。奉献的部分，因为顶礼拜迄个印刷厂拢休困吼，那所以咱会甲即礼拜做伙拢伫应伫后礼拜迄个周报顶悬。过来，咱来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遍。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加天无共振，就是伫代表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咱用白话汉语本读2摆，华语读1摆，来请。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加天无共振，就是在伊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加天无共振，就是在伊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他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照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他的国，今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9章7节，咱大家这样吼来用讲座来互相请安问好。大家咱来念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唱煞了后，咱请牧师来祝祷。咱要散会，求主祝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跟对主骹步，欢喜对主骹步，经过旷野主带路，咱三角起立来念。咱就爱伫咱每一日的中间，倚靠咱的上帝来得到愿望，因为伊是咱真正愿望的来源。伊的旨意也是美好，伊的应允也一定会成。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更变照恁，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
主。